来揭开今天大会的序幕。开锣代表着继往开来、承先启后的文化兴国，永续传承。首先，我们恭请我们的大家长，我们的周前人来为我们敲开状元锣。邀请周理事长为我们敲开状元锣。邀请状元锣。多杯口水。敲响第一声状元锣，马到成功因才作。好，感谢我们周前人周理事长为我们敲开状元锣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市议员卢聪彤卢议员为我们敲响第二声状元锣。敲响第二声状元锣，培育人才一窝窝。非常感谢我们卢聪彤卢议员来为我们敲响第二声状元锣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市议员陈文贤陈议员为我们敲响第三声状元锣。敲响第三声状元锣，读经教育见成果。感谢我们陈议员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曾进长曾点传希为我们敲响第四声状元锣。敲响第四声状元锣，人格教育最丰硕。好，感谢我们曾点传师。接下来我们邀请王宪章王点传师为我们敲响第五声状元锣。进了。敲响第五声状元锣，文化传承有着落。感谢王点传师为我们敲响第五声状元锣。接下来我们邀请尤金猛尤点传师为我们敲响第六声状元锣。敲响第六声状元锣，读经风气更活泼。谢谢尤点传师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冯新聪点传师为我们敲响第七声状元锣。敲响第七声状元锣，手背经典学问博。感谢王点传师。接下来我们邀请王志远王点传师为我们敲响第八声状元锣。好，老师